你们的方案没有错吧？放心吧，我有自己的思路。自己的思路能赢？在我看来，能赢。可是，在方总看来，针对这个方案做出一些调整，就是一定赢。我拒绝了，我不会动方案的。为什么专门跑来跟我说？我赢你，当然就得赢得堂堂正正，不用玩花招。玩花招这方案怎么会在你的手机里呢？即便你曾经冤枉我，也不会影响我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底线。所以你是来证明，泄露钉钉方案的那个人不是你？不用证明，因为我没有做过。但是你信不信，那我也管不着。我来是想跟你说，还有48个小时，如果你不放心，你还来得及调整方案。可是你需要争分夺秒。走了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倒不如直接告诉我是谁。我不想赢我的前老板，也不会出卖我现在的老板。感谢各位老总。那我们现场的评委，除了吴副总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陌生。那他们呢，都是分别来自于仁泰集团的北京区、成都区以及广州区。这么做呢，是要尽量保证我们的评选不会受到人情的干扰。好，那接下来，金助理，你不是应该在4号仓库吗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是不是我不是评委的话，就没有资格参加竞标会？是。但是金董应该有给您打过电话，说他想第一时间知道所有的方案，还有最后的结果。他没有给我打电话。我现在打。不用了。金董关心是好事，这说明仁泰集团对各位老总的尊重。你留下来吧，完成金董的嘱托。不过金助理，你是没有表决权的。没问题，我列席旁观。好，那首先是 SW 方案的陈述。这个沙龙是纯体验式，那么我们所有的方案围绕的只有一个关键词，那就是服务。怎么样把西梅的诉求、LND 的诉求统一到同一个体验窗口呢？我的答案是，这个天下根本就没有东食西宿的好事，伤其五指，不如断其一指。我们 SW 所有的最新产品，在这个沙龙里面全部免费，而我们专业推出的沙龙保健美容、沙龙美妆美容、沙龙美发这3条流水线，则是以服务保证体验，以品牌保证品质，达到 SW 产品推广和西梅用户体验的双赢。沙龙是西梅的沙龙，LND 扮演的是衣橱整理者、美容美妆引领者的角色。经过 LND 的筛选，只问合适，不问品牌。也就是说，所有品牌的化妆品都有可能进入到沙龙。你们的规划非常完备，但是投入很大。我想问的问题是，你们 SW 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，好让我相信你们可以坚持下去？行业领军的心理暗示，这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广告牌，为它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。你是说，其他品牌也可以进入到你们这个 L&D 的沙龙？是的，前提条件必须 LND 来决定谁可以进，谁不可以进。总之一句话，西梅把沙龙交给 LND， 西梅将会得到一个全开放的、堪称标杆的体验沙龙。LND 将会拿到第一手的美妆数据，
以及业界掌旗人的地位。国中之国，无冕之王。林总，我在前面等您。我赢了，祝贺你。你看到了，不玩 Under the Table， 我一样可以拿下单子的。你还在为副总裁的事情纠结？我已经让你看到了，我有能力，遵循规则，堂堂正正赢了你2局。2局？没有收到仁泰百货发来的消息吗？就在刚才，季度销售报表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反超你们，拿下了第1。你们 SW 的专柜位置很快也会是 LND 的了，不需要你让，不需要交易，我会一直赢下去。再次祝贺你，作为销售，你出师了。等一下。你说你喜欢明规则，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住这条底线。我当然会。你喜欢玩明的，我们就一起玩明的。我下一步的计划是钉钉 APP。我不管你承不承认盗用了我的方案，也不管你们和钉钉推进到哪一步了，我希望你不会用到我方案中的方法。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作弊，还有不公平。那个方案是林总你的 ideal， 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我绝不会剽窃。OK。我张小鱼鄙视所有的职场戏精，无论 level 高低。我相信，坚持有态度、有能力、有底线职场的丛林之战。我会踏出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职场精英之路。老板，你真的信得过他吗？这可是你手中的王牌。老板，张小鱼也曾经是我手里的王牌。可这次方静出马了，张小鱼对你的想法太熟悉，抠鼻起来易如反掌。我现在倒觉得，我可能真的冤枉他。他泄密的可能性不大，不过没关系。最核心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启动。那这次新媒方案泄密的人查吗？查呀，当然查。接触旧版本方案定稿的一共有6个人：林潇潇、董小姐、加斯汀、莉莉安，你和我。我想重点查一下董小姐。说下去。她跟张小鱼的关系最好，现在又在受林潇潇的排挤。我觉得她拿这个方案做投名状投靠张小鱼是很合逻辑的事情。菜菜，太合逻辑的推理可能就是错的推理。你一拍脑袋就能想出来，做这个事儿的人他想不到吗？跟张小鱼关系好的只有董小姐这一个人吗？贾斯汀，她也是她的闺蜜。我有时候对你真的是怒气不争。张小鱼、林潇潇都在进步，你呢？真的这么安于现状吗？调查的事情，我早就通知王磊了。新梅的沙龙我们输了，赢了这个场地的公司是 LND。本来呢，沙龙场地之争是一件小事，但是自从张小鱼和方静去了 LND， 我们和这个公司4次交手，1胜1平2输，输了新梅，输了仁泰，输不怕，本来就是2个预演的单子，但是在真正的战役开打之前，我要揪出公司的内鬼。
你们没有人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我这么重视这个 case， 和你们一起探讨方案，甚至在比选会的前2天彻底推翻了方案，让你们完全重做？那是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人出卖了我们的方案。换了方案，毕竟时间仓促，所以我们输了这个 case。林总，这会不会是 LND 的反间计？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换方案？你这么想，我也这么想过。可惜的是，告诉我的人给我看了我们的 PPT。我已经知道这个内鬼就在你们中间，准确的说，我已经知道是谁。我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，1个小时之内自己到我的办公室来谈，我会考虑给你留条路。哎呦，我在这忙着呢，我真没时间见你。今天晚点也没时间，还得对一下。行，那看今天晚点吧。吃饭吃什么饭啊？稍等一下，这边还有这边都修改一下。宁波的款你能不能催一催？你怕别人急不怕我急吗？一个个的都挺沉得住气。喂，让林潇潇进来。林潇潇。我出卖方案？谁说的？是张小鱼吗？林总，您不能信他，他这是在玩碟中谍呢。不是，我这么做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呀。林总，您想想，我和张小鱼从一开始就是死对头，而且方静离开也是我站正义一方啊。我已经是品牌总监了，我为什么要帮他们？我疯了吗？哼，哼，你炸我？对，你懂心理学。李潇潇，我以前觉得你是装傻，没想到你是真不聪明。你帮他一次，帮他在 LND 博得头彩，他呢，帮你补齐购房首付的缺口，35万是吧？李潇潇，看着我。对不起，林总，我以为是个沙龙，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。是方静在报复我。喂，好，我现在过来，在这儿等着我。听说最近你们和 LND 打得很厉害。仁泰西梅2个战场都输了。翁总真是辛苦啊！
身为亚太区总裁，连中国区一个品牌销售总监分管的小单都让您分心了。的确，我最近主要精力都在战略上。关于销售额，我只关注了大数据。在 SW， 你是第2个突破天花板的人。我记得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就你现在这个袋子，也有很多人在打他的主意，所以你根本输不起。我不会输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的很欣赏你，年轻、自信、有冲劲，咱俩简直就是一类人。我也很喜欢提拔有能力的年轻人。你看那个凌潇潇，刚进公司还不到1年吧，你就敢替她做品牌总监，有魄力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我回总部费了好大力气托了关系，暂时压住了要更换你的这个动力。你也知道，总部这些官僚并不像我这么了解你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对你的观察期会是3个月还是半年，但肯定不会超过1年。我知道咱们中国区非常不容易，我呢，你放心，我会尽量帮助你的。但是你这边的业绩也要让我理直气壮，这个你可以理解吧？当然，谢谢。林总，我错了，真的，最后一次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您不知道我能进 SW 有多不容易。我和张小鱼不一样，他大学刚毕业，在淮海路就有一套自己名下的房产。可我呢，我连个自己的小窝都租不起。他来 SW 也不过是为了抢回男朋友这么可笑的原因。可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未来。高2那年，我看到表姐去国外下校的照片。我羡慕，我想改变人生，我就去求我舅舅，我去留学，也是我舅舅赞助的我。我跟我男朋友好了3年了，他家庭条件也不好。我什么都不图他，我就图他真心真意对我。可我后来升职加薪了，他还怀疑我，跟踪我，还家暴我。人人都说阶层固化了，可我林潇潇偏不信。我想像你。我想像方静一样，在上海挣得属于自己的车子、房子，挣得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不是只有张小鱼才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和谭伟伦，我也是认真的。我们都谈婚论嫁了，可他也出身寒门，我每天都省了又省，
我就想攒个房子的首付，可我工资涨得再快，我也涨不过人上海的房价呀。告诉我方案泄露的人是张小鱼。陆演前2天，他说他知道了我们的方案，他说他不用作弊也能赢，他说到做到了。我就猜到是他。他家里有钱，他可以任性耍酷，也让他尝尝自己再见付首付的滋味。他正在尝。他们家破产了，张小鱼现在赚的每一分钱都在替他父母还债，他也很需要钱，他也很需要赢。所以，欲望和梦想之间，也许就隔着那道价值观的底线。林总，我错了。我如果这样被赶出 SW 的话，我以后怎么在这个圈子里立足啊？我舅舅已经退休了，现在没人能帮我。我父母，我要是回老家的话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？林总，求你了。坐好。林总，你也是一路自己打拼走到今天的，你会理解我的不得已，对吗？职场不是家，上司不是你的父母，你也不是孩子，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原谅和包容。是我自己辞职的，就这一个要求，行吗？你做这些事儿，谭伟伦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真不知道，这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您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好了，不要再嚷嚷了，我的话没有说完之前，不要再插嘴。你在公司犯了错，不要期望上司可以原谅你，你唯一可以期望的是你自己的价值。你这么想留在 SW， 我暂且同意，毕竟我要给亚太区总裁助理谭伟伦先生一个面子。但是，你得有本事走回正路，你得向我证明，我今天选择原谅你是正确的。我懂了。换个角度看问题，你跟 ARD 交手4次，虽然是1胜1平2负，但是呢，你看，联合打假，表面上面是双赢，但事实上你才是大赢家吧？那校园招聘你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的，说起来也就齐眉中信说了，人泰销售量那边他们暂时领先，但是你追上来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啊。我难受不是因为我输了，是因为张小鱼。在 SW， 我要防着孟凡、阿兰背后捅刀子。我要处理好跟孟凡的关系，还不能让阿兰觉得我跟他走得太近。累死了，真的。张小鱼呢，本来是应该跟我并肩作战，好，走了，而且到了我的队里面。我用1年的时间，把她从一个柜姐
培养成了 SW 大众日化部销售总监，我费了多少心力啊！我真的是把她当朋友、当妹妹，但是我今天发现，她可能从来没跟我交过心。但是吧，来，我再喝一杯。喝着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呐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时候想问题啊太极端了。张小鱼，真的有点伤我的心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报复他？我要让他一败涂地，我要让他后悔离开我，特别特别后悔。好，那你打败他，报复他。那如果将来有一天时间久了，他愿意回来站在你的面前，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你能原谅他吗？他会吗？我觉得会。只是我希望那一天到的时候，你能够打开你的心结。不，才不要这么容易原谅他，不甘心。你不觉得你对待张小鱼的态度很像对待你妈妈？你报复了，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道歉，那结果呢？你放下了吗？你看外边的世界很大很大的，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自己退一步，就是海阔天空啊。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这些在很健康、很温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满满的阳光。谁都是不可能一个人去撑起整个世界的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于这个世界里面一盏小小的灯，去照亮自己，照亮自己的亲人就好了。我没有亲人。你还有我的，我可是要做你法律意义上的亲人的。你在郊区的仓库待了2周，还习惯吗？还行吧，比较不习惯的是你现在说话的口气，麻烦有话直说 ，OK？ 上次比选会，你是担心我偏袒张小鱼对吧？是。你知道为什么你爸接到你的江湖救急却没有联络我吗？要不是你说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儿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他选了你，自然要挺你到底了。换了我也这么做。很得意是吧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幼稚？不，你担心我不公平，所以我动用了你所能够动用的资源，这并不幼稚。相反的，整天闹着不依靠爸妈，这才幼稚。一个人呢，对于资源缺乏足够的认知，是没办法担当大任的。你是不是给我上课已经上瘾了呀？金小贝，明天你就回总部上班。回总部呢，当然是好的喽。但是，温总，你这是遛狗呢？明天开始，你正式担任仁泰的副总裁，分管物流板块。麻烦你说清楚一点。仁泰的物流板块从明天开始
完全交给你。完全是多完全？我有人事权吗？有。那签字权呢？我说的是真正的签字权。真正的签字权。麻烦问一下，为什么呢？你去4号仓库待了2周，第1周呢，你每天工作14个小时，然后你改进了仓库混乱的管理，员工呢不必加班都可以把1天的活给干完。啊，你们仓库的开票大姐说，她来这工作半年了，但只有这1周呢，她第一次下班之后还能够看到太阳。你的工作又不复杂 ，so easy。然后呢，你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其他的仓库。上海仓库的王经理，他遇到搞不定的人、搞不定的事儿，都会找你。那倒是啊。上个月呢，仁泰周年庆，全国的仓库都已经瘫痪了，只有我们上海仓库按时可以发货，做下了全国单量的40%，厉不厉害？嗯哼。分管仓储的石总，你知道吧？昨天他来找我，他说呢，想把总裁特别奖金发给上海仓库的王经理，但王经理他不鞠躬，他说呢，这功劳是属于一个才进去不到1个月的管培生，那个人叫贝哥，听说是我派去的。他问呢，能不能把他留在上海，之后培养成经理。我说呢，老师，他就直接当你的上司吧。老师是不是悔得肠子都青了？他早该换个地儿了。几个大仓库的瘫痪，这个责任他不负，谁负啊？哎呀，看来我做的还不错啊。哎，那温总啊，你之前说过仓库是给我的第2堂课，那现在是不是证明我考试已经通过了？金小贝，回来跟我一起干吧。那准确点呢，是我带你一阵，但是这个摊子还是要还给你的。温哲，你信任我，但是不代表老金信任我。我说实话，我回仁泰是冲着你，想要跟你学本事，但是我真的跟我爸那帮老人玩不到一起，尤其是那个姓吴的。所以你宁可让那个姓吴的把仁泰给搞垮？不可能，这不是还有你的吗？你都不管仁泰的生死了，我一个外人，何必搭上我的时间呢？是我答应过你爸，但期限只有1年。现在实体经济快速下滑，仁泰过不过得了这一关？交给那帮人，你觉得挺得住吗？金小贝，理智点，别再跟你爸斗气了。既然你是老金的儿子，有很多人很多事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都得面对。有一些担子，不论是多重，你都得扛。啊？一会儿要开总裁办公会，你1对8的戏码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温哲啊，你的有些套路跟手段呢，我不一定都喜欢，但是如果你答应我毫无保留的全部交给我的话呢，我一会儿就跟你开回去。嗯哼。哎，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啊！感觉我好像被你算计了。其实，你早就想回仁泰了，对吧？这说什么？我根本就听不明白。我只是关心啊，我的副总裁办公室是不是还是那个小黑屋啊？你猜猜？不可能。段主任，金小贝回总部担任副总裁。对，一样给他那个小黑屋就行了。哎，给他一间像样一点的办公室，也是在18楼。薪水嘛，就按照副总裁的发，
这个月的今天就补上吧。文总，感谢。人太的公子哥总是吃软饭，不好看嘛。哥，你太懂事了你。我听说你喜欢喝白的。来，这2个单子呢干得漂亮，我敬你。在其位谋其政是我分内的工作，方总的功劳也很大。对了，下周呢，日本总部的会长会来中国去视察，你得好好表现啊。你这表情怎么怪怪的？没有，我就是突然想到了，我和刘烨闹翻，就是因为 SW 大老板来视察。你呢，要是表现得不好，丢了亚太区和中国区的脸，我才会和你闹翻呢。真不知道林睿在想些什么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是您点的龙卷，谢谢，请慢用。上个月的业绩报表我看过了 ，SW 在大众日跨部这一块的增长是13.5%，我们是15%。可下一步说不准林睿会不会有什么秘密武器。你要是能分析出方向，我们也能针对性布局。听说他们的直营终端铺得很快，我估计啊，直营开始后，他们的市场份额会增加1到2个点。那你和方总想出应对方案了吗？我和方总一直都在研究，很快会拿出我们的方案，不仅是针对 SW 的，更是我们 LND 未来3年的战略布局。很好，看来你和方总合作得很不错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小月，你家的状况我是知道的，只要你好好干，在年底销售额能够增长50%的话，我就单独给你们申请提成奖金，你一个人就能拿一笔大奖金。谢谢老板，好好干。林总，这个酒已经醒了2个小时了。金先生是这样啊，你强烈要求我穿成这样出来跟你吃饭，能给我一个理由吗？是这样的，林总，我主要是想表达我的感谢。我觉得如果没有您的指点的话，我一定没有那么快的能拿下人泰的仓储物流，没有那么快的能把老师给挤走。所以我发自内心的认为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金总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帮你搞定人泰的仓储，你能够尽快的升迁，对 SW 对我都是好事儿，所以这是一件3赢的事情。林总，你太谦虚了。林总，我们喝一杯吧。好，祝贺啊！就这样吧。感谢林总。林总，
我们回家吧。我花了3个小时，我还没做到10分钟，你让我回家？不是，那这环境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，真的。往外一待，这就跟应酬一样，是不是你找的地儿啊？客套话止不住往外喷。走，对不起，我换个地方。等啊，酒挺贵的，来。这个人的脑回路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哎！我现在又冷又饿，你把我拎到天桥上来溜达什么呀？是啊，应该打包份沙拉的哈。沙拉哪儿够啊？我们能下去吃饭了吗？别溜达了。喝口酒暖和。哎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真的很饿啊！你说我穿成那样，你把我弄到那儿。好了，哎，挺好的，可以了，来看风景了，来。看什么风景啊？我很饿呀。哎，不是，你今天有那么饿吗？特别饿，我一整天什么都没有吃，我就等着晚上这一顿呢。来，你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吃的。哎呀，你还会变魔术啊？饱了吗？